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又可以到上帝的圣殿，我们来朝见上帝。因为今天是新的一天，新的早上，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看到的都是新的？因为我们从黑暗进入了光明，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经历那复活的大能哦。我们请起立好吗？这首歌唱了就让人家觉得，哎，活着真好。不管现在怎么样，我们就来赞美神。来拍掌哦！来欢呼，向我主歌唱，我要向他唱首新歌。我要来欢呼，向我主歌唱，我要向他唱首新歌。我要赞美，我要向他唱首新歌。我要赞美，我要向他唱首新歌。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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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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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哈利路亚。再来，我们从头再唱一首哦，再唱一次。我要来欢呼，向我的主歌唱。我要来欢呼，向我主歌唱，我要向他唱首新歌。我要来欢呼，向我主歌唱，我要向他唱首新歌。我要赞美，我要向他唱首新歌。我要赞美，我要向他唱首新歌。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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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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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哈利路再来，亚。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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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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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阿利路亚，门。哈利路亚！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感谢主。我们凭什么来赞美我们的神？凭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几千年，诗篇30篇的背景就在于我们今天要读的以斯帖记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他们第一圣殿被毁灭，因为灭国了。而他们回去以后，看不到是圣殿，但他们就来赞美神，而且他们就是聚集来，就像我们刚刚唱那首歌一样哦，很欢喜。还没看到哦，但已经很欢喜了。而且他们不断的用快闪的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快闪了，就想到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想到就哈利路亚。不相信这个礼拜音乐牧师邀请你，当你很郁闷，当你不知道我相信这位上帝有没有跟我同在的时候，当你很气这位上帝怎么没有出现在你的身上，帮你挽回一程，那时候来唱一下这刚刚那首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就的哈哈哈，你那旧的，你那不好的，其实就透过你的赞美都出去喽，好不好？我们来宣读神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所相信是有根有据。一起来，请上主啊，我颂赞你，因你救了我，不容许仇敌向我夸耀。上主，我的上帝呀，
我向你求助，你就医治了我。你把我从阴间救拔出来，你使我不至于沦为迷妇。上主忠心的子民啊，要颂赞上主。你们要感谢至圣者的作为，他的怒气转眼消逝，他的恩惠永不休止。夜里泪泪汪汪，招来喜气洋洋。 Yes， 喜气洋洋就是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的心境哦，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即便我们是有罪的人，神有恩慈，要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来开口来赞美神，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开口吧。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我们只是一个微小的人，是主，你却看我们为尊贵。主啊，你甚至把我们看成你的掌上的明珠。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就是来赞美你。主，因为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更认识你。你是创造天地，主啊，你是创造宇宙的。特别是在每一天当中，主，我们就经历到，主啊，你是这位伟大的主。不管是从黑夜到白天，白天到黑夜，以及我们今天所呼吸的每一个空气，谢谢你，也谢谢你给我们有赦罪的恩，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谢谢，感谢赞美主，谢谢你，让我们越来越赞美你，我们就越来越认识你的伟大。我们越来越认识你的伟大，我们就越来越谦卑，愿意匍匐在你面前，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人。诗人说，我们甚至像虫一样，像个会枯干的草一样。我们的人生是这么的短，但主你竟然看重我们，宝贵我们。主啊，你把我们捧在你的手上，我们是你的掌上明珠。你看重我们所看重的，谢谢你给我们再一次机会。你知道我们偏离了，但主，当我们回到你的圣殿，我们每次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再一次来校正，再次经历主你是赦罪之恩，让人真知道、真认识到你是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所看重的，神也看重，特别我们这全人，他看重我们什么呢？我们的喜、怒、哀、惧，特别是害怕。因着惧害怕，我们不安，我们就会常常生气，我们就有很多的情绪。惊，突然的惊喜、惊吓，今天的经文就有那种突然来的，是惊喜还惊吓，其实都是不是我们预期的。还有我们的厌，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我们就看了就是讨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讨厌苹果，他好可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重视我们所重视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样是这篇诗篇30篇，还没有看见，但我就牵起来赞美。我们一起来读：上主啊，求你垂听，怜悯我；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你使我的悲哀变成舞蹈，你使我脱去了悲伤，披上喜乐。是的，因为我们此时需要主，不管我们的身心灵，我们可能悲伤，我们难过，我们受伤了，但受伤是感谢神哦，因为至少我们知道痛是一个恩典。如果我们不知道痛，麻烦就大了。我们看到那个过去称为麻风病的，他们就是因为不知道痛，以至于鼻子摸了烂掉，手烂掉都不知道。我们的神赐给我们这个宝贵，就是会痛，好不好？神来帮助我们刚才那几方面。如果你有需要，请你可以起立，我们的同工去为你祷告，或者说主啊，我要到你的面前，你对我说话，你来抚摸我，你来医治我，你来恢复我。主啊，你来在我的身上行了奇妙的事。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求。如果你有需要的，请你起立，
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我们的身心灵，主啊，你都看顾，主啊，你都重视，因为我们的身心灵是你所创造的。主啊，你爱我们，你在乎我们，更重要的是，主，你有能力来恢复我们。主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恢复，我们现在还在那个痛苦中，是主你的恩典，因为至少我们知道痛，至少我们知道回到你的面前，我们至少知道主，我们谦卑，我们不过是人而已。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当中，主再次的经历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用你的慈神爱所来带领我们，来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主，谢谢你保护保守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让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仍然有恩典。谢谢你永不离弃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继续，我们要为主日来守望。今天就是主日的主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就是单单来敬拜主。我们分别为圣，把这个时间全心来献给神。不管我们是在现场或在线上，这个时间可是献给神的哦，好不好？我们专心，不要被别的所吸引，就是专心来仰望这位神。我们也要为几件事情祷告前，我们仍然要用这个诗篇来成为我们祷告的依据。我们一起来，所以我不缄默，我要歌唱颂赞你。上主，我的上帝啊，我要永远感谢你。是我们永远感谢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我们每天在灵命更新上跟主有很美好很密切的关系，也为今天原住民的委员的这个事工以及他的经会同工来求神来供应保守啊，也为今天的 Special Agape 啊以及本周的见证求主啊见证会求主来掌权，为第8区田处仪长老跟谢秀凤跟郑丽珠小组长求主来兴起这个更多的组员愿意委身在建造小组，也求神带领小组员忠心跟随赐福给每一位小组员身心灵都在主你里面，心怀意念都对焦于神，亲近于神，建立与神与人的关系，能够容神一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起立，为我们的主日来守望，开口来祷告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主日的早晨，主，我们来全心全意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就是要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就是单单只有来眼睛仰望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的整场的敬拜，主啊，从头到尾，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主啊，你知道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原因，我们没有在现场，在你的圣殿，但是在他们的家中，在我们的这样子的线上里面，当他们奉主的名来敬拜、来赞美，分别为圣，成为主日的时候，主啊，你就在他们当中，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愿我们的生命献给你，愿我们的敬拜都成为馨香的祭，献到你的面前，求主悦纳。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一起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弟兄姐妹平安，你是有福的，因为今天奇妙事要成就在你们的身上。展开我的眼，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你
你将水变成酒，使无边有。你是永远做新事的神，再一次坚固我的心，相信你丰盛的恩典。神是主，你永远与我同在，一生必有神迹随着我。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神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张开我的眼，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你将水变成酒，使无边有。你是永远做新事的神，再一次坚固我的心，相信你丰盛的恩典。神是主，你永远与我同在，一生必有神迹随着我。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神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信任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神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靠着恳切祷告，靠着神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瓦器，我们都是器皿，但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器皿，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愿我们这个瓦器容器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神迹。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闪炽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来宣告，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有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闪炽独特的微分。
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出来，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有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出来，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之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有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再次宣告，让我成为神迹的器皿，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阿们。被拣选出来，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有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感谢主，我们要向父来呼求，求他听我们的呼求，侧耳听我们的祷告，领我们到比我们更高的磐石之上，因为他明了我们内的一切，他从不定罪，满有怜悯和恩惠。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定罪，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最想你过往的作为，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引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哈利路亚！我要依靠你的慈爱，
了的嘴唇赞美你。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顶嘴，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最想你过往的作为，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向你如航干旱的攀援。神啊，求你留父啊，我向你呼求。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让我的心发昏，引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思念的愁绪。我要依靠，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我要依靠，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再次宣告，我要依靠，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主，我们要赞美你。当我们同心合意的赞美，你的宝座就设立。主，我们要赞美你。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是尊你为王。我们要赞美你，因为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就进入到你的得胜，因为你必为我们来征战，必为我们来赢得胜利。主，我们要赞美，因为当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你赐的权柄能力使我们灵得自由，使我们的重担可以脱落。谢谢主，让我们每一次来赞美、来敬拜的时候，用全人、用全心来敬拜。主，我们看到世俗的人，他们用全心敬虔来敬拜他们所造的神，而我们呢？我们有时候是真神假拜，我们没有好好的敬拜你、认识你、尊你为王。主，求你怜悯赦免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宣告，我们承认你是造天造地是生命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我们幸福的源头。所以我们好好的来敬拜你的时候，你将一切美物厚赐给你所有的子民。每一次我们来敬拜的时候，赐下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里面看见你的应许，从你的话语里面激励我们用信心来倚靠，
即使是无路可走的时候，主，你为我们预备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谢谢主，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让我们敬拜能够好好的领受神你从宝座赐下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要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哦。今天是总会所定原住民宣教委员会的事工奉献主日我们请兄姐关心，特别是针对原住民宣教的这一些的事工我们一起关心代祷奉献。我们2月5号的会员和会补选出1名执事当选的名单是廖伟峰那任期是3年本次的选举预定在3月5号主日礼拜当中来就任。对选举如果有异议的，请在2月26号前向小会来提出。我们3月5号也会举行今年度的第2次圣礼典，如果要受洗报名的在今天之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我们教会大楼的就是新的一年大扫除了因为过年比较长所以我们有重新来定这个日期我们在第7页有公布我们的这个大扫除的楼层的分配那我们是预计从3月4号一直到3月26号请各个牧区各个负责的单位来协助让我们的教会有整洁那弟兄姐妹，我们使用这个地方，我们就一起来洁净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产业。我们这个礼拜3有祷告见证会，我们一起来听看看弟兄姐妹如何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你也可以感染，也可以用信心来经历我们的总会教社委员会有举办28的76周年的活动那在我们教会新堂33号有播放这个流麻沟15号特映会了那可以，如果你有时间可以的话一起来参加就在我们的隔壁33号2楼新堂。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各单位有要报名的有要出游的，有要参加活动，请我们在周报上自己来看。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诗篇9篇5节，再一次来。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诗篇9篇5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出于甘心乐意。弟兄姐妹，如果你还不明白这个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如果你知道神的恩典，你就回应你就用感恩的心来献上献身当作活祭。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来。
成就了。那是弟兄姐妹，我们用信心来宣告：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撑不住，都因为主已成就了。那是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阿爸父、阿爸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我们衷心感谢你，因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所拥有的生命、工作、读书机会、家庭生活，这些全都是依赖在你的恩典所赐下，因此你配得称颂、赞美和感谢。现在我们愿意以面前的金钱、时间、才能来奉献，作为献祭、献物献给你，因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在此甘心乐意的摆上，愿你悦纳。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坐下，彼此来祝福说：上帝的恩典够你用，上帝的恩典够你用，请坐。上帝的恩典够你我用，阿们。从哪里知道呢？当然就是从上帝的话语，我们知道他的应许是一定会应验的。这位神是可以让我们信靠，他是又真又活的。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上帝怎么记载这段的经文。那么可不可以容我这个简单的前情摘要一下？我们今天已经读到以斯帖，以斯帖是一个美女的名字，但圣经当中竟然用女性成为名字的一卷书里面，这已经在男人的世界里面是很特别的，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女人是不算人的。孩子也不算人，要到一个年龄才算的。那么何以以斯帖记可以留下来？本身就有神的心意。第二个，在以斯帖记里面，你找不到上帝的名字，那他还能成为在圣经当中？就如我们今天主题，等一下我们要来找这一位隐藏的上帝在哪里？这个时间是发生在哪里？发生在神所爱的子民以色列，他们原来给他一个国，神给他一个国，给他一个大卫合神心意的，但是他的孩子所罗门也是一个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是跟神寻求智慧，但他的儿子呢？所罗门的儿子就没有这样了那些大臣就把一个国分成南国跟北国，而北国呢，他们很怕这个耶路撒冷不在他的国境内，于是他们自己就造一个神所不喜欢的一个像，他们觉得他们要来敬拜神，然后他们很快神1次2次3次警告你们要归回，你们要悔改，但是没有。所以他们很快就被当时候国际间的一个强国亚述给灭绝了。而亚述呢，他这个国呢，他的政策就是我就给你们混，我就给你们这个不纯，因为你们以色列说你们是神的子民，你们是分别为圣的，当然就给你们混一混了年就不纯了，也以至于后来我们就知道耶稣的时代有一个地方的人是这个耶稣那个时代，他们以色列人不喜欢的一个地方的人，就是那个不纯的，就是撒玛利亚。就我们就知道到新约为什么他们这么气，因为他们觉得不纯，他们背叛。但没办法，因为那个大时代里面，亚述王就是这个这个政策，而亚述够强吧？把神的国给灭了。亲爱的大家，这是神允许，不是他够强。神的话语早就说，你们如果不听，你们如果不悔改，不是神要惩罚，而是要管教，这不一样。惩罚可能说好你去港口啦，你看你听不听我，不是这样，而是管教是神说，孩子就像我们对待孩子一样，你要归回，
世世代代你要在那个恩典当中。而亚述呢，其实世界上的国不会久的，亚述后来也被灭了啊，马代这个给灭了，灭了以后又有巴比伦呢又把这个抢起来以后，南国还没有灭，对不对啊？南国呢也不听神的话哈，虽然他们有比较多想听神的话，但南国呢，神早就透过耶利米，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耶利米怎么样说。耶利米他得到神的应许，说我要给你那又大又难的事让你知道。我们高不高兴？感觉好像只有我知道。对，他要知道他要宣告什么。等一下我们经文会看，就是南国要被灭，而且神的圣殿要被拆毁，所有价值的东西都要被抢到巴比伦去。神说70年，孩子，你好好在那边生养，然后70年我要让你回来。果然到了，当然不是巴比伦让他回来，而是在下一个啊，刚才我刚刚是这个讲错，是马代把这个波斯给巴比伦给灭，然后呢，这个马代呢又跟一个国给合并，那叫做波斯。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常常会这个4个字常常连在一起，叫做波斯马代。波斯马代就是他们又连接起来。而波斯因为他是很年轻的国，20年就兴起的，所以他就有个政策，怀柔政策，就说你们我统治的这些的民族，你们都回去到自己敬拜你们自己的神，尤其是这个以色列。好好敬拜，把你们的圣殿盖起来，好好敬拜你们的神，让你们神不要生气，来祝福我。波斯以致他们有怀柔政策。其实这也不是因为波斯他有够仁慈，有够这个看见而已，而是神早就预告，在耶利米、以赛亚早就预告哦，70年前就说，到时候波斯的王有一个王会这样做，让你们回去。果然70年到，他们就回去，第一批人回去。几百万的人在巴比伦回去以后，多少人回去？没到5万的人，不到5万个人回去，而留在巴比伦，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日子过啊。我们曾经讲过，他可能是很有钱或很穷的，或者是信心不够，因为在那里已经70年几代了呢，可能对这位神的认识不够，而留在那里的人就是以斯帖。以斯帖就留在那里，没有跟着回来。而他们在那里没有说他们是犹大民族，没有说他们是属神的，就默默的。末底改也是，而末底改就是因为他抚养了以斯帖，以斯帖等于是他的堂妹，他抚养他，也默默的当中，没想到啊，这波斯亚哈水鲁王的时代，哇，一生气他是情绪有障碍的哈，他只要一生气起来，他就马上做决定。他做了什么决定？因为他要王后很美丽的在大家的面前秀一下。王后拒绝，这个王奈卡梅好郎拒绝，不可能。好，我就把你废掉。废掉以后，他后悔了，没有王后怎么办？开始招所有的美女进来，而一个默，竟然这个美女被选进了。多少人呢？127神美女是众多但王这个亚哈水伦唯独喜欢以斯帖，就把她封为王后。封为王后之后，哇，她是这个后起之秀。还有一个也后起之秀的，就是哈曼。哈曼就是这个很傲慢，他是一个宰相，很傲慢。而这个哈曼，他跟末底改之间，哇，有世仇啊哈！我们知道从圣经的历史就知道他们有世仇的。那当然，末底改虽然当时候的礼仪是要对官员要，但他就没跟呐，不要啊！于是本来两个人的征战变成这个哈曼在这个高位上就说：好，你不拜我，我就把你那个主的全部灭掉。因为他后来知道了，因为这个末底改有天受不了，动没掉哈！我不能拜他的原因就是我是犹大人。哇，这个讲了以后就满城都知道了。好，他就对付他。今天的经文其实就来到了这个哈曼，他要灭族，而末底改他心痛，他真的要悔改到神的面前。
而他要求神来帮助他，呼求神来帮助他，他就去找王后以斯帖。而以斯帖并没有让人家知道他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没有让人家知道，默默的他才能在王宫。他就说这个时候你要出来。而王后以斯帖说：“我怎么可以？我去会死哎！因为当时的有一个法律，就是如果王没有召见你，你自己就来的话，死。唯有一个例外，就是伸出他的王杖，你就不用死。”末底改就说：“你当王后不就为了此时的现今的机会吗？你被当王后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吗？”这句话真的打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你活的就为了这个时刻的那个时刻，就是现在，每一个现在，每一个此时此刻，以至于末底改说：“好，为我禁食3天，我要去到王宫里面去见国王。”哦，真的3天之后，竟然神的灵保守以斯帖进来以后，王那个紧张时刻，王就伸出他的王杖，他可以对神讲。而且神他这个以斯帖很亮，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哪有不亮的？亲爱弟兄姐妹，神与我们同在，没有那个不亮的，亮晶晶。这个王的眼睛只有看他，心大悦，说你要什么，我的一半都给你。哦，如果我们被问这样子，我们会不会马上说：“我不要这，我要这个。”以斯帖是有个智慧的人，他会知道全局。王，我是要邀请你来我的宴席，跟哈曼宰相，多么荣耀的事！第一次，哇，宴请很高兴就回去了。在第一次回去当中，那天晚上，王竟然睡不着。睡不着是好事还坏事？在这个时候，如果神的心意要用，睡不着是好事。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的话，读神的话吧，那么睡不着的坏事也会变成好事。就是这个时候，睡不着，他读，哇，原来末底改曾经救过他因为人家刺杀他，他竟然末底改通风报信，可是没有记载在这个历史当中。他就想要奖赏他，哇，他想要奖赏他的时候，正好哈曼进来。他就问哈曼说：“我要怎么奖赏他？”哇，哈曼以自己对号入座，就是在讲话啦哈！你就是要用最高的礼仪，给他荣耀他。王说：“好，就照这样办。你是我所爱的臣子，你签一个马，让我最重要的这个末底改坐在王的马上，你来签。”他说：“这是王所喜爱的，这是王所喜爱的。”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末底改的脸是绿了，对不对？气得要命。他说：“好，我生气。”他旁边的人就说：“来，你赶快做一个架子，你明天就去跟王讲，末底改不能让他留，就马上要让他死，不能等到8个月以后啦，不能等到那个普珥日那天啦。”于是当他要在做完的时候，第2次的宴会，今天的经文就是第2次宴会发生的事情。好，那我们就来读喽哈！我们用了一些时间把前情摘要读了，我们就知道今天从哪里开始。音乐牧师读单数，大家来读双数哈。我们要请那个俊替来帮忙啊哈。好，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这第2次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王后以斯帖回答：“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卑，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亚哈水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擅敢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2人哈曼。
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末底改做了5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末底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我们经过了时间的洗礼，这世代历史，我们看见你掌权。主，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我们看不清，我们眼睛被蒙蔽，我们的心被扭曲，以致我们听也听不进，看也看不清。主啊，我们恳求你此时此刻来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亲自开启我们的眼，打通我们的耳，让我们听了以后，我们照这样去行。我们也知道，主，你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唯一的救主，以及唯一带领我们的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位神在哪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跟叶牧师一样，眼睛都花了。刚才我就是眼睛都花了，我都看不到经文了。你们现在有没有眼睛也花了？因叶牧师这一身衣服，你们有没有看到十字架在哪里？有没有很花？这个衣服怎么会格子跟配格子？这个可能美学的人会说，这个滴滴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中有太多滴滴滴，我们有太多让我们眼睛花了，我们的心乱了的，是吗？你有没有发现，音乐牧师今天觉得最亮的就是黑头发、跟黑皮鞋、跟黑牧师袍，也就是素的空间空的。我们需要在混乱的世界当中，我们要给我们的主一个空间。神也要我们在那个给神一个空间当中，即便这个空间是你人生的黑暗期，是吗？音乐牧师今天最亮、最明显的就是黑的地方才亮，其他的都把就都灰起。如果我们的生命现在正在黑暗期，黑，那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明显看到神。这位神没有神隐，他其实一直都在。有没有发现我身上十字架在哪里？有发现吗？对，不容易找，因为我们在混乱的世界不容易找这一位上帝。我们以为他神隐，其实没有。今天的最后，音乐牧师会告诉大家，这位上帝，十字架的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哪里？我们从刚才79点就开始寻找这位上帝，从圣经当中，这位上帝难找吗？就像这个插画家一样，这边有小孩子，有玩过这个呢？威力在哪里？有没有看到威力？威力这个是真人版的哦，他就是穿一个蓝色的裤子，好像那个监狱了的人啊，这个很好玩的。威力在哪里？这个作者说，不管你怎么找，你不要怀疑，威力一定在那里面。我们有一个影片可以让我们来看一下吗？我们一起找这个威力在哪里，好吗？好，开始。哦，没有吗？没有影片吗？啊，这个插画家说一定有，就像我们的神说，在圣经当中，在哪里？看得见吗？小朋友，赶快找，你们眼睛最厉害。叮，有吗？耶！他跟你挥挥手，亲爱的弟兄姐妹，
跟你挥挥手，我在这里。我们的神在哪里？上帝在哪里？即便以斯帖记里面没有出现上帝的名字，但上帝仍然在。上帝在哪里呢？你以为他隐藏起来，其实他非常明显。我们要认识这位我们以为的隐藏的上帝，认识我们是要被开启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被神开启，没有一个人能够醒悟过来。那么请问，神隐的上帝为哪桩啊？为什么他要神隐起来？特别是在我们刚刚已经讲的那个历史啊，当他们被抓去的70年，在巴比伦的生活当中的时候，那个期间，他们那个主在吗？在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诗篇非常的读了，让人家很心痛。当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而这样巴比伦他们在这里波斯的地方，他们要他起来赞美，来弹奏歌，心很痛啊。这首诗歌就是这样，一开始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在人家权势之下，我们在寄人篱下之下，我们还要来赞美，因为人家叫我，你来赞美啊，你的上帝有多大啊？我们有没有曾经经历过这样家人说，你信的上帝让你现在这样，你赞美呀，你来呀，你唱一首歌啊，靠都被呼啊，甚至哭都哭不出来啊，祷告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但人挑战我们，来啊，你唱啊。在那个我们困难的期间，主啊，你在吗？当我们在那黑暗期，世界这么花，这么乱，那黑暗期是那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却是最跟神可以最亲近，好不好？如果我们真的睡不着，来亲近神。神你在吗？好，在那段时间，主你在，可是那个现场呢？主啊，我被欺负的那个现场呢？你在，但你在乎吗？你说你在，但你在那里，你敢吗？你看得下去吗？你在乎吗？我们从经文里面，刚才音乐牧师有讲，当一个人一个宰相，他想要灭绝这一个民族，因一个人跟一个人战争，结果变成整个民族要被毁灭的时候，主你在，但你在乎吗？所以末底改就哀哭啊，他痛苦哀哭。我不知道他那时候的灵命是怎么样，他选择留在那里，他选择不要告诉人，所以他才能够在宫里面门口可以做一个官。其实按照统计，他一定是有钱人才有办法在那里做官，因为他不是波斯人。但这时候你可以想象他的心，他对神的关系。主啊，我在受苦的时候你在乎吗？主啊，现在我被骗了，非常多的人被网络诈骗，台湾的N号版，台湾的柬埔寨。主啊，我被骗的时候，你不是与我同在，你在，但你在乎吗？你看我被骗、被欺负，你有感受到吗？音乐牧师不是说你与我同在，我的喜怒哀惧、好奇心，甚至厌讨厌，你都与我同在吗？但何以一个人的愿，竟然启动整个民族的危机？而主，你允许这件事情。如果你在乎这件事情会发生吗？好，我要来承担，我要来3天的禁食。以斯帖于是说，所以现今就是这个机会，就是这个时刻，我要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要到神的面前救我。主，我相信你在，我相信你在乎我。我愿意去，是，我就去了。果然，神也伸出了王杖，于是我有了机会，第一次邀请王跟他们到宴会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国的一半都给你。这时候，我觉得我要不要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不容易等到的机会，你可以扳回的时候，人时地利，好天时地利人和都顺。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是神的时候？现在就说让那个哈曼现在就死。我们看到圣经记载，以斯帖是智慧的人，全局现在先不要说，王，请你再来第二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位神，如果他现在就说跟第二次说有没有差？差很多，因为在第一次宴会之后的那天晚上，王就睡不着。神为什么王会睡不着？然后他还会叫人家拿历史书来读，而且，亲爱的大家，历史书可不是像圣经这么小本而已，也正好读了那一卷书。而他发现，原来我亏待了末底改，然后他对末底改跟他就有不同的感官。今天的经文来到第二次，我们看到第二次的当中，第一次跟第二次中间，我们看到末底改果然被怎样翻转了，是吗？本来被低下的，这个时候有机会被翻身。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属神的儿女，神有机会让你翻身，但可能不一定都在那个高位上，但会是一个重要关键的位置上。因为我们如果重要位置居高不居下，只有一个位置，那么请问其他的人呢？我们神看每一个人都是重要，所以居高不居下，那个高是我一定的高度。神让我们在那个高度上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要我们走的路，而不一定是那个位置。我们有了神的高度以后，亲爱的大家，我们真的态度就不一样。神要我们谦卑，而不是像哈曼傲慢。傲慢的人最后就是早死了。卡扎西也是自己早死，也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其实都在神手中，神怎么翻转我们是重要。今天的经文来到第二个宴会的时候，再次问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问了几次了？吊主了胃口吗？除了吊胃口之外，我们的神已经安排好了。前一天晚上睡不着，白天怎么样？白天又翻转了，让末底改得到尊荣。王也觉得自己很不好意思啊，对待的末底改。当今天再第二次来，这个还要再吊王的胃口吗？没有，时机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说，我这个可以吊人家的胃口，当我觉得说，我呢，这个时候就我最大，要小心。当我们居高，要小心，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让罪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那恶人。所以今天第二次，这个以斯帖够有力、够有智慧，就说了什么啊？说我的民主，他很会说话，我们好好的研究啊。我们江南之声有讲啊，若怎么样怎么样，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只是危害我一个人，我绝对不会打扰你王后的。但问题是，现在是整个民族啊，而且最后一句很重要哦，哇，你会很损失的。站在别人的换位立场上面来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到这里，我们会不会发现，那个作恶的人、压迫人的人，上帝有没有办法？有没有法可以办他？有，上帝的法，这就是天国，这就是神的国在这里，如同在天。天国，谁要害你？哇！你看那个指头指出去，这个人哈曼，这个傲慢的人，可能前后没有1秒，这个人就要定死了。王很气到跑去外面。但跑去外面，他心里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如果我是王，我出去外面，我为什么我要整理一下？今天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不是我被糊弄了？我是不是被耍了？
这个王不只是生气而已，他会想：我今天一步一步被谁设计？而这个末底改竟然是救我的人，而哈曼要害他，那么当初暗算我的背后那个手，会不会就是哈曼？有没有可能这样？这圣经没有讲，但上帝留给我们这个空白，我们就是可以跟神对话，以至于王整理好情绪之后回来决定要做的事。但那么奇妙，这个哈曼懂得宫中礼仪的人，那时候宫中礼仪，王后啊，不要讲说王后跟男人也要7步，7步是多少？已经去到我们那个中间了。他竟然犯了那个不可被饶恕的错，一急啊，从那边冲到王后这边，你看那个图，然后王正好进来，乃和都赫刚刚好，通通刚刚好，是神的刚刚好，就是他的作为。我们看不见上帝的名，但神仍然作为，让我们存在。神的存在为了爱，也让我们存在是为了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跟以斯帖一样，我们跟末底改，我们此时可能是人生的最黑暗期，但音乐牧师真的要说，那黑暗期是让我们更亲近神的时候。圣经有告诉我们，这个爱要讲历史，是因为在先知早就已经说了，音乐牧师刚刚也有前情摘要，神早就已经说了，你们这些被掳的，过去要好好生养儿女啊！你们要好好的给你们儿女，要在那边生活起来，也要甚至祝福那个地方所以当他们去到巴比伦，他们就好好生活。他们跟巴比伦学什么？做生意。因为我去到那边没有土地了，我也不能牧业，我也不能农业，学做生意。亲爱的大家，我们知道犹太人最会的是什么？做生意嘛。所以当我们黑暗期的时候，不要糟蹋那个黑暗，不要糟蹋那个苦难。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去年的2月17号、2月19号、2月20号也是我讲到，那时候正好钟贤，我的先生，记得吗？他2月17倒下去，脑溢血，4天在加护病房，不知道生死，都没有，护士都没有讲。那时候我在见证的时候，很多人在场，你们都是见证者。那时候音乐牧师说好，即便是苦难临到，我们千万不要糟蹋了苦难，我们不要糟蹋了那个黑暗期，因为因着黑暗期，我们在混乱的社会、是混乱的世代、混乱的价值观里面，我们才能够跟神的光明，神就是光，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往前。所以今年的2月16晚上，我们家一起玩岛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感谢，我们都是从小孩先讲，然后钟贤哥是最后一讲。我们都说感谢这一年我们真的过，我们看到爸爸这个一直在进步中。我们的钟贤哥最后他说，那周年是不是要来庆祝一下？然后是不是要什么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已经不失那个幽默。钟贤哥回来了，但是2月16那一天，他代祷还是说，我的手都没有进步，手都没有动，脚是可以动。感谢神还是交在神手中。2月17他要去新的医院，那新的医院复健的时候都要检查。当他检查手，因为他这个手完全都没有进步嘛，在检查当中。什么事吗？陈先生，你是有力气的怎么可能？我手不是都没有感觉吗？为什么？因为当他过完年去，在前2个礼拜，他自己现在慢慢走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们，他自己就要起来。我们知道吗？要起来其实很难，坐起来，他拿着，他都没有告诉我们，他想要自己练习，不想麻烦我们，所以他起来都要1、2、3，才能够用那个力量站起来。就在他1、2、3，倒下去跌倒。所以我们心里想，哎呀，他才刚刚恢复，怎么又跌倒了？主啊！没想到
1个礼拜后的这个检查发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一跌倒就好了，这样我不懂了哈。但就是有力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钟贤哥的手在2月16还不说没有动，2月17他就，然后我儿子说，治疗说要慢慢放下去，不能这样蹦哦，因为你慢慢放下去就会知道你有什么力量。感谢主，我们用掌声来感谢我们的主，好吗？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诗歌，特别是我们的赞美的诗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黑暗期，不要找他的，每一天都有晚上吧。神就是每一次都告诉我，每一天都告诉我们，每一天都宣告神要从死里复活，要从黑暗进入光明，好不好？神早就已经宣告，在70年前，他们还没有被抓，就已经宣告，而且就这样应验哦。又真又活的话，不是只有耶利米书，这个以赛亚书都这样子说。你们只要来找我，我一定让你找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读29章的13节。好，来，请。你们找我，一定找得到。你们若一心追寻我，我保证让你们找到。我要让你们，谢谢。集合起来，带你们回到你们被掳离开的故土。我上主这样宣布了。感谢主，即便音乐牧师今晚不是3回，你要把酒马回哈。但我们是一起，家人就是这样，我们彼此来帮助。上帝在哪里寻找，就寻见，这是他早就告诉我们。当然，以赛亚也预言，到时候古列王，你看这么神呢，以前就讲了，然后就应验。说将来你们要离开那里，而且你们要成为那蒙福的人。我们的神要不止那时候应验，他早在以赛亚书就应验。将来不是那时候的将来，是我们现在的将来。有一位神，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代赎，虽然我们可能被勒索，我们可能被罪。我们可能各种的情况，我们口渴，我们生命在低谷黑暗中，但是他要让我们找到，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即便约伯，他都要说，到如今我的救赎主仍然活着。这一位基督，他早就宣告，使我们得自由，我们罪得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十字架给我们的救恩，是让我们天天可以跟神钉在十字架上，也要跟他天天能够互活。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是神在我们当中活。所以我们不要有借口，我不行，你不行，那么你就是说，主啊，你也不行，因为这位主应营与我们同在，这位神他带领我们。到如今，这位主仍然活着，这是约伯讲的，但很多地方都有讲，特别以赛亚告诉我们新天新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不只是在这地上，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死期有一天到，告诉我们转变有一天到，即便这世界很混乱，即便我们的心有时候会走中，但神仍然应许我们。所以对那些恶者，我们真的就把它交给神，神的话一定会应验，不用我们出手跟出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音乐牧师身上有十字架的印记？有的举手。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请问秀玲在哪里看到？感谢主。不好找，对不对？这是看得见的，也愿我们那看不见的生命一样来见证这位主十字架上
救赎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启动。人看不见这位神，但从我们是信靠神的，让人认识这位看不见好像神隐的主。主要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真心领受经历，而且我们活出去，也参与在他的爱的拯救计划里。我们愿意吗？因为我们领受是为了分出去，而你会发现，你越领受越分出去，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不相信吗？你就试试看吧。你会发现，哇，太奇妙了！父啊，当我向你来祈求的时候，主啊，你知道我内心最深，别人可能不知道。但在昏昏扰扰，在眼睛都花的时候，心也乱的时候，昏的时候，主就来帮助我们。我们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将你身上你内心最深的到神的面前。这位就是我们的父，比我们在地上的父更完全。他要让我们寻见。你知道我最深的依恋，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顶罪，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最想你过往的作为，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们再来呼求。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用我们的嘴唇赞美你。主，我们要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赞美你，也就是主啊，我们要来信靠你。
主啊，你知道我们现在有许多的人正在那黑暗期，正在那苦难中。主啊，我们甚至会怀疑主你在哪里？主啊，你在吗？主啊，你在吗？主你在吗？主你如果在，主你在乎我们所受的苦，你在乎我们所受的冤屈，你在乎我们那个在黑夜长长黑夜里我们没有办法睡觉，在那长长的黑夜里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决定。主你在乎吗？主啊，好啊，就即便你在乎，但主你有办法吗？主，谢谢你今天再次用你的话语，主啊，透过这样子在历史中每一卷书，主啊，你再次说你一直都在，你也在乎我们。更重要是主你有全能，是主你是全知，你是全在，你是全能的主。谢谢你再次来提醒我们，那黑暗中那苦难中，主，我们只要做一件事，就是呼求你。主啊，我们在花昏的时候，主，我们就呼求你。我们甚至于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只有叹息，我们就只有一口气。谢谢你透过我们的一口气，谢谢你让我们体会到我们生命中的一呼一吸。原来我们的生命气息证明你在，你一直都在，你也在乎我们，你也有办法。谢谢你今天早上摸着我们的心，你抱抱我们，你再次来疼我们。你不只说孩子辛苦了，你说孩子，我要与你一起，不是你辛苦，是我们一起辛苦，我们一起度过，我们一起走过那黑暗期。每一天的早晨夜晚，早晨夜晚都在宣告主的话语永不改变。愿主耶稣基督拯救之恩临到你以及你所关心的每一位。到如今救赎的主仍然活着，而且他应许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能够得救，以致耶稣的爱永不改变，带来完全的身心灵医治，使人跟他和好，使人跟自己和好，跟他人能够和好，我们的生命得着支持。我们这十字路口上的抉择，你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即便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如何，但主，我们就靠你，我们靠上你，就带领我们。你派遣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成为保护我们，赐给我们时时有恩惠，让我们恩典够用的主与我们同去，回到家，回到工作的地方，回到学校，回到每一个地方，主带领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就要亮起来。我们就因着神是光，我们就亮起来；因着神的光，我们就使周边的人温暖起来，让他们遇见神的爱。谢谢主与我们同去，我们有平安与喜乐，是因着主你带领，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当我们再次领受时，我们就来赞美我们的主哦。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
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圣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奇妙事必要成就在你我的身上。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里，我们互道平安。